好，大家歡迎嚟到呢一個環節，就係講解一下咩叫速率嘅概念同埋應用技巧。咁我首先想講一個定義先。定義就係英文叫做 definition，即係冇得解釋咁解。咁咩叫冇得解釋呢？咁當然唔係話佢係冇意義，佢一定係有一個意義先會出咗一個定義出嚟。只不過由一個意義產生一個定義出嚟嘅背後，係唔需要一個證明嘅過程同埋一個證明嘅啫。咁首先講速率嘅定義，速率嘅定義係等於距離除時間，英文叫做 speed 等於 distance 除 time。我哋講一講例題。小明駕車將貨物運往內地，8小時共走咗64公里。駕車速率係幾多呢？速率係等於距離除時間，咁速率就等於64公里除返8個鐘，就等於8公里每小時啦。下一題，小明乘坐鐵路由廣州到北京嘅路程係4000 km，km 即係1公里咁嘅意思。佢需要16小時才到達。咁列車嘅速率係幾多呢？速率係等於距離除時間，路程係屬於距離嘅一種。咁即係話 A 度嘅距離係4000 km，即係4000公里啦。所需要時間係16小時，所以係4000公里除返16小時，等於250公里每小時啦。多謝大家收聽。